各位539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吉利539。来看7月初8礼拜三开出来号码0111233034，即个34连续开2期吼。内顶一期7月8号，掠10粒无出牌的号码，有9粒号码无出来。继续来看7月9号，咱遮提供10粒无出牌号码，互大家参考看卖啊。03、05、09、12、17、18、25、27、32、35、03、05、09、12、17、18、25、27、32、35。以上这10粒号码，互大家参考。感谢收看。